诗篇55篇，大笔教士的诗交予圣乐长，用弦的乐器伴奏。上帝啊，求你压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毋通眯起来，毋听我的恳求。求你听我应我操烦郁卒，心不安，拢是因为对敌喊话，歹人压制，因将罪过抬起来缀我，因发受气困逼我。我的心搅扰痛苦，死亡的惊吓临到我，惊吓遥遥带包围我，恐怖砍捌我。我讲，我真爱亲像粉鸟有翼，通飞去找着安歇的所在。我要飞去远方，歇伫旷野，紧到避难的所在，通脱离狂风暴雨。主啊，求你拍乱因的语言，互因的话混乱，因为我看到城内有强暴纷争。歹人暝日伫城墙顶行驶，城内充满灾难邪恶，城内到处有破坏，街路逐位有压制甲奸诈。侮辱我的，毋是对敌，若是我嘛还袂当忍受。自个看轻我的，毋是怨恨我的人，若是我嘛还袂当闪开。无拍算是你，甲我共身份的人，是我的同伴，我知己的朋友。咱以前常常互相亲密谈论，甲众人伫上帝殿做伙敬拜。愿死亡忽然临到因，互因活我落阴府，因为因徛起的所在充满邪恶。我要求救上帝，上主会救我。下昏早起中昼，我哀伤吐气，伊拢袂听我的声。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，伊会救赎我的性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。互我平安倒转来，对古早永远存在的上帝会听见，嘛会甲因报应，就是遐个毋改变、无敬畏上帝的人。因伸手攻击家己的同伴，违背甲因立的约。因的喙亲像油骨溜溜，因的心装怨恨，因的话比油较柔软，其实是飞出来的刀。就将你的答写互上主，伊会扶持你。绝对袂互异人失败。上帝啊，你会互因陷落伫死亡的深坑，害死人甲奸诈的人袂活到中年。若是我要活靠你。